免費送高科技機器俾漁民，竟然仲可以賺到大錢。呢間嚟自洛杉磯嘅 startup Shinki System 靠一部機器顛覆咗幾千年嘅傳統捕魚業。你知唔知咧？傳統捕魚咧，捕到魚之後咧，魚咧係要喺個甲板上邊垂死掙扎好耐。呢一種劇烈嘅壓力啦，係會令到咧魚肉釋放毒素同埋酸味，口感咧就大打折扣，仲好快變壞。Shinki 嘅創辦人 Saif 睇準咗呢個1800年嚟嘅痛點，研發出一部叫 Poseidon 嘅 AI 機械人。魚一上鈎咧就放入機器 ，AI 視覺技術喺短短5秒裏邊咧精準處理好，即刻放入冰水降溫。呢個做法咧源自於日本傳承幾百年嘅活體極致保鮮法，經機器處理嘅魚肉完全冇腥味，得翻海水嘅鮮甜，保鮮期咧仲直接延長2至3倍。最神奇嘅係咧，佢哋嘅商業模式，佢哋免費將機器租俾漁民，漁民喺船上即時處理，公司咧再用更高嘅價格咧去買翻，最後咧以自家品牌 Sharimoni 供應俾米芝蓮星級餐廳同高端超市，漁民賺多咗，餐廳買到極品鮮魚，公司咧亦都賺大錢，用現代 AI 同機械人將幾百年嘅傳統手藝規模化。你又睇唔睇好呢一種 AI 加傳統漁業嘅創業模式？留言話我知，記得 follow我，下一次再同你睇一個真實嘅創業故事。